從實體卡片到數碼錢包嘅轉變，標誌住消費者支付行為最重大嘅變化之一。係 Webcox，我哋見證咗呢一轉型如何重塑各規模企業嘅電子商務格局。了解呢場革命有助於商戶調整平台，以滿足不斷演變嘅客戶期望。信用卡數十年嚟主導網上商務，但係存在固有摩擦。客戶每次購買都需手動輸入冗長嘅卡號、到期日同埋安全碼。數碼錢包通過生物識別認證、安全存儲憑證，消除咗呢啲重複步驟。對於電子商務平台呢一簡化嘅結帳流程，直接同降低購物車放棄率同提高轉換率相關。安全問題實際上加速咗錢包採用，而非阻礙。標記化技術用獨特標識符替換敏感卡數據，使被盜信息失去價值。呢層保護吸引咗先前猶豫喺網上輸入財務詳情嘅安全意識消費者。好多金融服務提供商現將錢包兼容性作為現代支付基礎設施嘅標準要求，移動優先，經濟進一步鞏固咗錢包主導地位。智能手機成為自然支付設備，錢包預裝並可立即使用。呢種普遍性為企業創造咗通過無縫交易、跨接觸點吸引客戶嘅機會。如果你嘅網頁設計仍緊依賴傳統卡號輸入，請考慮同我哋嘅支付專家聯繫，實施錢包整合並把握呢一不斷增長嘅市場份額。